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准备我们的心，要来敬拜我们的上帝。到敬拜我们上帝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个经节。哎，小朋友，帮我们放一下经节啊。好，我要大家来读下面一章，下面一章经节，下面一章，下面一章，下面。我不是第二个开始。对，好。啊，你放出来是第一个。不是啊，这是第一个啊。啊，他放出来是第一个。好 ，OK。我现在要看第二节。这个大家都很熟，这是诗篇第23篇，耶和华是我牧者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我今天要强调两个地方，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节，预备，Go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。在这一句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的敌人是谁？你的敌人，想一想，你的敌人是谁？在我敌人面前，我的敌人可能我自己。我的亲人，我的忧郁症，我的不合群，我的固执，这个都是你的敌人。在你敌人面前，神为我摆设宴席，什么意思？神在你敌人面前，你敌人在你的对面，神为你摆设宴席，神挺你呀、在你敌人面前，神说：“我挺你。”对，神爱你，无论你的敌人是谁，神都挺你。我要为大家分享这一句。还有第3节，我们一起读来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这么宝贝。我们不要去追恩惠慈爱，是恩惠慈爱会来追我。你的一生当中会有恩惠慈爱追你，宝不宝贝？我们不必去拜佛啊、求香啊、问佛都不用。因为恩惠慈爱会随着我，你走到哪里，它就随到哪里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带来这首《耶和华是我牧者》，我们大家一起起立，跟我们一起来欢呼敬拜我们的神。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是我躺卧青草地，在安歇的水边。他是我灵魂苏醒，引我走正义路。我虽过去因有苦，也必不怕遭害。在
直到永远。我要住在你殿中，我要住在你殿中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接下来，各位请坐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一对音乐家夫妇为他们孩子所做的歌曲。他们在婚前原本是一对令人羡慕的金童玉女，可是，在婚后却接连生了2个迟缓了。他们无法面对这个事实，不断的到处求神问卜，甚至散尽了千万家产，可是依然是徒劳无功。有一天，无意间听到了上帝对他们说：“孩子啊，别再奔波了，到我这儿来吧。”刹那间，所有的疲惫，所有的压力，都卸了下来。也因着主耶稣对他们的爱，他们生下了第3个孩子，是个健康的孩子。虽然面对3个不同属性的孩子，他们依然秉持着上帝爱的原则去教养他们。这首歌就是他们为他们孩子所做的，希望你们听了会感动。受造真奇妙，彰显天父的荣耀。深深地相信你是独特的唯一，因为有你，祝福之门开启。山有多么高，山有多么高，爱就能有多么深，路有多么长，爱有多么远。春夏和秋冬，坚持陪伴我放手，让我们一起去爱，这便是生命的美丽。生命的美丽，尽在纯真笑容里。受造真奇妙，彰显天父的荣耀。深深地相信你是独特的唯一，因为有你，祝福之山有开启。山有多么高，爱就能有多么是的，深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山有多么高，这么高，爱就能多么深。春夏和秋冬，我陪伴你，我绝对不放弃，也不放手。让我们一起去爱，这便是山有多么高，山有多么高，爱就能有多么深，路有多么长，爱就能到多么远。春夏和秋冬，坚持陪伴我放手，让我们一起去爱，这便是告诉你，轻轻告诉你，你是独特的唯一，永远爱你，宝贝，好爱你。是的，我们的神，我相信我们的神是不务实，也是不务事的神。在神的创造里面，
绝对没有不良品，更没有瑕疵品，只是我们没有转移眼光而已。相信大家都有听过铁达尼号，铁达尼号在当时是被称为不沉的方舟，所以在船上当然不会有预备太多的逃生艇。但是就很不幸的，在起航的第4天，竟然在大西洋的黑夜里误撞了冰山。因为船上的救生艇不足，所以在船上的人大家都很惶恐，大家都很害怕。这时候刚好有一位牧师在船上，他看到这个情况的紧急，他就呼吁船上的基督徒都到甲板上来。这时候陆陆续续有好几十个基督徒来到了甲板，大家手牵手围成一个圆圈。这时候牧师很庄严地宣告说：各位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随时都会有生命的危险，但是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的生命有了盼望，所以大家不要惧怕。但是船上还有许许多多未信的人，他们都尚未得救。若是在这时候，如果他们丧失了生命，想必一定会永远的沉沦灭亡。所以他就劝大家不要紧张，把更多的逃生的设备给这一些尚未信主的人，让他们有获救的机会。他相信将来有一天，他们若获救了，他们会有机会来听见这个福音。所以呢，这时候这群基督徒听了，大家心里都很有感动，大家心里有一致的回应，所以大家继续手牵着手，一起唱着圣诗，更加与主接近，更加接近。用这一首来做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来唱一个很慢很慢的，更加与主接近。很慢，主啊，我愿接近你。小声唱。充满在我们的会堂里面，我们与主接近，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。纵然我在十字架，要背起这个十字架，我高举我身，我心依然要歌咏，我还是要高声歌唱。更加接近，更加与主接近，我们
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这个弟兄姐妹今天到你的面前，我们都能够更加与主接近。主，谢谢你的恩典。主啊，纵然我们要背我们的十字架，主啊，我们要高举我们的身体，纵然我们必须像耶稣学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我的心也要快乐，我的心要歌咏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我们要更加与主接近。主啊，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主求你充满在我们当中，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，我们今天能够打开我们的心，我们都接受耶稣当我们个人的救主，因为主我们要来接近你，我们要来更加与主接近。主啊，求你接近，求你让我们接近，求你接近我们，我们要与你接近。阿门。谢谢你的恩典，主，谢谢你的恩典。我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